珠海嘅城市新中心嚟啦，事關南灣南屏、灣仔十字門，仲有紅灣保稅區嘅朋友，你哋啊福利嚟啦！就喺12月25號，珠海香洲區嘅15.5規劃裏邊咧，明確係將南灣新城打造成為香洲區嘅3.0版本城市新中心。規劃範圍咧包含咗南屏鎮、灣仔街道以及格力電器片區，總面積係達到咗83平方公里，以保稅區啊同埋十字門嘅中央商務區建設為總部經濟區，打造成為成個南灣新城嘅重要引擎，同時將會推動部分嘅行政資源搬遷至南灣新城，建設香洲區嘅第2行政中心啦。另外就係關於經濟發展目標咧，去到2030年，南灣新城 GDP 去到1350億，2030年咧去到2000億嘅 GDP， 同時將會推進加快南灣新城嘅交通路網，包括橫琴第3通道、芒洲隧道、珠海隧道、紅灣大道呢幾個重要工程嘅建設。其實10年前珠海就已經開始南進西拓去發展啦，因為香洲老城區咧已經發展咗幾十年，土地空間啊已經發展完啦。可以睇翻成個珠海地圖嘅話，南灣新城啱好就係珠海嘅中心位置，東面咧與老城區同埋澳門相連，南面又與橫琴相連，西面又可以與金灣島門係相連嘅，包括仲有港珠澳大橋嘅落腳點都係喺呢度啊，所以無論去邊個位置都係十分之方便嘅。相信啊不久嘅將來，南灣新城將會成為珠海對外嘅窗口新聞片。你認為南灣今次有冇機會捉住機遇呢？